总署已经发布着风台的警报，包括花莲、台东、高雄、屏东甲恒春半岛，即卖是全面戒备。顶个月海葵风台是为台东的北边来登陆，当地观光景点三仙台是透大风落大雨。三仙台的即时影像讲做镜头军，是记录着海葵的威力。最后，这个镜头嘛各种害去了。2礼拜前才修理好势，即摆嘛加强固定。刷落来，这个即时影像镜头军嘛要搁记录小坑风台的海景。有袂少网友是甲三仙台的镜头军加油鼓励。为镜头看出去的台东三仙台有淡薄乌阴，大部时的阵风更加是甲这个镜头升甲溜溜的海。小坑风台到底要来呀？因为迄海葵风台出名的这镜头军，嘛伫9月这复工迎战后一个风台。台东各地镜头军拢准备好啊！面对小坑，东管处已经将镜头固定，避免透风落雨，将镜头扫落地。嘛提醒民众用线顶看风影就好。网友嘛真关心，希望镜头军这边会当挡过风台，相信当着大场面的镜头军会当稳稳在在。台东的富冈海堤这里，看到说虽然目前台东是无风无雨的状况，甚至还出大太阳哦，但是海巡人员呢还是加强派员来在岸边这边加强巡守，因为我们看到说目前的浪啊也是打得非常的高。那镜头做好准备，台东富冈海岸各出现3米高的海。海巡署嘛到这加强巡逻。另外一边，台东的海滨公园免将是把握好天气翕相灯卡。我们很喜悦，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。可以看到呢，我的背后呢有不少的赏金船，不过呢，他们待会呢都会固定好，就是因为小犬台风慢慢的接近，详细将船只来固定，业者动起来唔敢大意。花莲欣赏海岸的船只嘛受到风台影响，规工停止营业，各个业者嘛因为安尼减2成。风影愈来愈强，热带渔船全部驶入港边。平常时到这个街道拢无啥人，店家嘛将铁门叫落来，就惊风雨伤透，民众拢提早预防，唔敢放松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